金秋時節嘅南疆景色之壯麗，絕對超乎你嘅想象。香港直航烏魯木齊金秋南疆純玩9日之旅，帶你走進塔里木胡楊林。呢度有全球最大嘅原始胡楊林群，10月中旬之後變成金黃海洋。天山神秘大峽谷，紅岩層層疊疊，經過億萬年風雨侵蝕，形成鬼斧神工嘅紋理，喺陽光照射之下，光影現幻莫測。庫姆塔格沙漠浩瀚沙海，延綿天際，喺呢度可以感受天地之間嘅遼闊。火焰山就好似《西遊記》當中嘅燃燒巨龍，仍然喺度吐露火焰，赤壁連綿，寸草不生，係絲路千年傳承嘅靈魂所在。唯如天地壯闊，自我渺小，天山天池仿如天上嘅宮闕跌落凡間，碧藍湖水環抱雪山倒影，散發出無法抵擋嘅神聖浩瀚。今個秋天，我哋一齊嚟解鎖最震撼嘅南疆秋色。